喺健康嘅領域上，正本會推出咗多功能眼罩 iPad， 為醫療用品帶嚟咗一項極具標誌性嘅革新概念。呢款眼罩唔單止結合咗傳統中醫智慧同埋現代科技，仲通過正本醫學嘅內能正本儀篩選安全及有效嘅原材料。iPad 嘅核心原材料之一係嚟自安徽霍山嘅巨型野生粗枝石斛，呢度長年雲霧繞繞、山水相依、懸崖石窟之間生長嘅野生石斛，富含8種抗衰老嘅 SOD 基因、多種氨基酸同生物鹼，能夠有效促進人體新陳代謝，緩解眼睛疲勞。此外 ，iPad 仲選用咗頂級貓眼紋紅芯，能夠促進紅血球嘅功能，修復腦細胞，活血養顏。結合多種名貴藥材，通過具有優異導熱性嘅石墨烯驅動，能夠改善血液循環，帶嚟顯著嘅護眼效果。每晚帶住 iPad 入睡，唔單止可以改善視力，仲可以有效緩解鼻塞、鼻敏感等症狀。佩戴係後腦部分，仲有減輕頭暈頭痛、調節情緒同提升睡眠質素嘅效果。用完更可以拆下粉包，加熱水浸腳，改善血液循環，增強免疫力。正本會係香港一家擁有29年歷史嘅國際級高端醫療機構，由梁柏圖醫師同心臟科專家梁永雄博士創立，同時請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及布殊嘅醫療政策顧問 Dr. Joseph Pizzorno 擔任機構顧問。梁柏圖醫師憑借深厚嘅中西醫學知識同臨床經驗，成功幫助咗好多屢醫不癒嘅患疾，喺香港享有極高嘅聲譽。佢嘅3本著作令你震驚的健康真相，因為見解獨到，更大幅創下咗醫療健康書籍嘅銷量紀錄。正本會旗下嘅正本堂連續3年榮獲《東方日報》及《明報》頒發嘅超卓健康品牌企業大獎，為 iPad 嘅品質提供咗有力嘅保證。iPad 上嘅泰山旭日圖出自著名畫家徐寶洲之手，佢嘅作品仲包括人民幣20蚊背面嘅桂林漓江山水圖。呢款眼罩唔單止係一件實用嘅健康產品，更係一件承載住心意同藝術美學嘅珍貴禮物。正本會 iPad 匠心獨運，融合健康與藝術，令到你嘅生活因為擁有健康嘅身體而更加美好。獲取更多嘅健康資訊，敬請關注正本會微信公眾號或者致電280-80033查詢。